那些飞剑，你有相中的吗？我分一些与你。那些飞剑你先收着，即便给我，我现在也不便使用。等历练之后，咱们再做打算。也是。这些飞剑现在确实不便使用，等我们回去再细细打算。不过这趟历练之旅，着实让我懂了一些道理。哦，说说看。修为虽是根本，不过比修为更重要的是仙缘。然后呢？我这一路走来，最重要的几次转折，都是得贵人成全。幸得法宝，踏入羽化，入殓晋升，斩杀红粉，全都是受人相助，得人成全。这就是仙缘。你说的对，方寒，你比我们初见时更为成熟泰然了，你的仙缘也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现在已经很好了，你就是我最好的仙缘，因为你，我才能这么快速的提升。好在，修仙的路还很长，今后我定要护你毫发无伤。方寒，你定是会有大仙缘之人。啊，你听，那是什么声音？说。小姐，大小姐。哎，你看那个跟他缠斗的红衣怪人，那不就是长老说的那个天狼小真人王墨林吗？原来这个妖孽被方师姐给拦住了。我说眼熟，你刚才那一缕就是……我在羽化山外曾遭遇过这种黑烟，幸好我身上有宝物护体，才侥幸收了他一物。没想到七煞皆出，竟如此厉害，可攻可守，进退有度。诸事记里记载，七煞葫芦乃至尊腰头上采摘下来的，是同天机之阳所一样的宝器。不同的是，一个是至阳之物，一个是至阴之物。葫芦里的天狼七煞烟更是非同小可。哎，素闻你家大小姐年轻才俊，两柄幻化紫电阴雷刀虎虎生风。这次不知道你家大小姐是否能为山门再得一筹？这，方晨雪，我不入锋芒，就是为了诱你上钩。你我身中4重，恰好能被我七煞葫芦所克。你这个聪明人，我不说你也应该能感觉到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不要再挣扎了！方寒，你干什么？这是高手对决，刚才红粉太子只不过是个巧合，跟这个可不一样。哎呀，你现在过去就是送死。你放心，我有宝物护体，那烟只会被我身上宝物收了。现在可是七煞全出，威力非同小可，万一射不住，你就死了。我自有分寸，你快去躲起来，我不能让大小姐见死不救。王墨林，你休要猖狂！
心帮这个臭小子。好吧，那就让你看看天狼七煞烟的真正实力。